美国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。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最近有一个大家都蛮关心的新闻，就是台湾某艺人的儿子在美国乱说话被捕。所以今天 Lisa 就要来跟大家聊聊，在美国到底什么话不能乱说，什么玩笑不能乱开。大家要知道，美国是一个没有怎么枪支管制的国家，也有很多坏人呢，他们扬言要攻击美国。而最近这几年呢，几乎每2-3个礼拜就有一起校园枪击或者是枪击案发生。所以拥有枪弹的孙先生说他只是开玩笑的，不要说警察不相信了，你相信吗？我其实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说美国警察欺负我们台湾小孩，请问都18岁了还是小孩吗？18岁已经算是一个大人了，所以需要为自己的言行来负责。我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过我们，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，你可以骂总统白痴、有病、无能，但是你唯一不能说的就是你要攻击他，或者是你要……再讲一个我在美国亲眼看到过的一个例子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，他刚高中毕业没多久，他在社区大学的第1个学期结束之后呢，他觉得老师给他的分数不公平，所以也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，他居然写了一封满是脏话的 email 去骂老师。那老师看到当然有气到，所以就叫他去办公室教育了一下，叫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我那朋友回家想了想，他又发了一封 email 去给老师，他不是道歉，这次也不是脏话了，他就说你是我遇过最差劲的老师，我以后在路上看到你绝对不会跟你打招呼，我要是看到你倒在路边快死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去救你。那老师看到就直接把这封 email 跟上一封 email 直接报告给学校，这次他就直接被学校叫去校评了，他整个吓到，最后也是很认真的道歉了。那老师最后也还是原谅了他，不过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。不就好在那个老师没有要告他，不然他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这种事其实在美国还蛮多的。我妈她有朋友的儿子就在学校怒骂老师，结果就被学校停学了1个礼拜。我觉得在台湾怒骂老师被学校惩处的应该也有很多，不过差就差在台湾有刀枪管制，美国没有啊。我记得在2年前左右 ，UCLA 也有一名男子持枪去杀教授。连我在读社区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都有接到过警报，说有人在校园里面持枪，所以请简报还没有解除之前，都留在室内锁好门。所以说了，在美国说那种不负责任的话，开那种玩笑是很严重的。我们不要说那位孙先生好了，大家还记得几年前台湾某位蒋先生恐吓台北美国学校事件吗？他最后不也是被台湾起诉了吗？所以说，不管在哪里，话都不要乱说，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没有枪支管制的国家，话更不要乱说，也不要开这种玩笑，因为大家都会怕，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啊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。如果你有朋友呢，或者是你有小孩要到美国来，或者是已经在美国了呢，那就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在美国呢不要乱说话。那喜欢的话呢，也顺便帮我按一个赞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也动动手指头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最后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可以去按赞 follow 一下哦。那我们就多吃点饭，不要乱说话，也不要乱开玩笑，因为一点都不好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